继续来看这位是郭文泰的大型幕僚柯志如外号干妈。有议员讲，不管郭文泰行到达，干妈拢对调调。周刊甚至来报讲，捌看过干妈陪郭文泰秘密来拜访到亚伯协会创办人张正元。针对着周刊亚料，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来反击，讲这根本就是泼垃圾水，搁暗指人犯罪。今日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后壁这个人，就是伊的大型幕僚柯志如，边仔有一个查某人送两个人落楼和保镖会合。3点前后，中央风景行的总经理张正元嘛为这离开。去年6月，周刊翕到郭文泰和张正元伫大安区这栋大楼见面，边仔就是带柯志如，看出来郭文泰对伊真信任。市长室里面后来都称局子叫局姐，那表示他在市长室的辈分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好，柯妈妈非常信任的人。第二个也是柯文哲相当倚重的一个亲信哦，所以呢，他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敬元，为了追查金融弊案，我成为一名吹哨者。我参加吹哨者保护协会。甲郭文泰见面的张正元，做过金控公司的财务长，甲商业银行的总经理。了后，和立委黄国昌合作，做过推动吹哨者保护协会。这回周刊亚料甲郭文泰见面，嘛引发着联想，敢是和金流或者是金华城有关系？完全没有关系的人，用泼脏水的方式来加以影射。因为张敬元本身他自己在永丰的时候，在处理的是海外资产的管理。那这海外资产管理包含了哪些呢？它也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，针对金流的部分哦，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证人。议员讲，郭文泰甲有金融背景的张正元见面，两个人到底讲啥物，这真要紧。也有人伫日本的柯志如，真有可能卖加做检调对在重点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出金流的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